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财富或武器，而是善良呢？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，我们时代的精神偶像，一再教导我们，爱与慈悲是必需品，而非奢侈品。没有他们，人类就无法生存。在他的第1项主要承诺中，尊者呼吁每一个人，无论国籍或信仰，都要拥抱基本的人类价值观：慈悲、宽恕、自律、知足、包容。他提醒我们，热心肠是幸福生活的关键。这些并不是宗教教义，它们是植根于我们共同人性的世俗伦理。尊者认为，我们必须尽早在家庭、教室和整个社区中教授这种心灵的语言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帮助发起了像 Sea Learning 这样的项目，从幼年起培养慈悲心和情感意识。因为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，慈悲是团结我们的力量。所以今天问问你自己，一个小小的善举能改变一生吗？尊者相信他可以，通过善良，我们可以共同治愈这个世界。